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5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15节到第16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12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1节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敬拜上帝。一般来说，我们谈到了出埃及记的记载，大部分的人都会聚焦在上帝差遣摩西到这个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要使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说这是一个蒙福的应许。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出埃及记就是一个解放神学的记载，因为上帝的确是看到了以色列人民的痛苦，他们需要救恩，因此他就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得到救赎。但是解放、解救、施恩、赐福，是不是上帝差遣摩西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的唯一或是首要的目标呢？其实不然。解放以色列人、施恩赐福给以色列人，并不是上帝唯一或是说最重要的目标。出埃及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上主说，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嚎，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下来要从埃及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领他们到肥沃宽广、流奶与蜜的地方。那里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我的确听见了我子民的哀嚎，也看见了埃及人怎么样的压迫他们。现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里去，你去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可是摩西对上帝说，我算什么？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上帝回答，我要与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你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据。上帝向摩西表明了他差遣摩西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我要与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你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据。耶稣基督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敬拜上帝是基督徒的首要目标，是上帝赐给众人的福气，是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正是上帝差遣摩西
或是其他所有仆人的一个目的，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所记载的圣灵降临节的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彼得以及众门徒们就勇敢地公开在众人面前讲道，见证复活显现的基督。其实在当时候大环境并没有任何改变，当时候的逼迫的情况仍然依旧但使徒们却因为圣灵的关系被大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就这样子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他们去带领人来敬拜上帝。这与当时候的犹太人指控司提反所罗治的罪名是完全的不同的。他们说司提反是蛊惑众人要离开上帝的道。在昨天的经文分享里面，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提到，他们所收买的假见证的人出来说，这个人常常说话反对我们的圣殿和摩西的法律。我们听见他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圣殿，要改变摩西所传给我们的一切传统。虽然如此，使徒仍然勇敢地见证复活的基督。司提反也是如此，他回复大祭司以及众人说，诸位父老弟兄们，请听，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住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移居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亲族，到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人的地方，去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把他迁移到本地去，就是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当时上帝并没有给亚伯拉罕什么产业，连立足的地点都没有，但是上帝应许他要将这个土地赐给他，作为他和他后代的产业。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上帝对他这样说，你的后代要寄居国外，在那里做奴隶，受虐待400年，但是我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一国，以后他们要离开那地方，在这里敬拜我。司提反再一次的强调了圣经出埃及记所说的在这里敬拜我的重点，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与上帝同在同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经文里面也明白的提到，到底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可是使它生长的却是上帝。栽种的和灌溉的都算不了什么，一切在于使它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灌溉的没有什么差别，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酬报他。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的园地，你们也是上帝的建筑物。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了根基。
别人在它上面建造。可是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怎样在根基上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了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在这根基上，有人用金、银或宝石建造，有人用木料、草、禾秸建造。到了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要显露出来，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使那真品质出现。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经得起火的考验，他就得奖赏；如果他的工程被火烧毁，他就亏损，而他自己却会得救，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你们一定晓得，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基督徒受呼召是来归于上帝，基督徒受呼召来引导人敬拜上帝是非常明白的事了。无论是使徒保罗，是司提反，是摩西，或是其他的主的仆人，我们的呼召都是要领人来敬拜上帝。千万不要被权力、被名声、被舞台、被私利给误导了。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上主啊，我向你寻求庇护，求你使我不失败。你是公义的上帝，求你搭救我，求你垂听我的祈求，立刻帮助我。求你做我的避难所来保护我，做我的堡垒来拯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求你照你的应许带领我，求你使我得以脱逃陷害我的罗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上主信实的上帝啊，你会拯救我。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求你拯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你有不变的爱，求你救我。上帝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敬拜上帝是我们基督徒所受呼召的目的。恳求上帝让我们明白蒙召的责任，愿意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